已经举办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，要来传承台语，要来传播台湾文化。伫咧美国8月25到27，当伫咧举行。今年的主题是要让台语的文化推动好更较国际化。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要伫洛杉矶的南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举行，这也是这项活动第5摆伫国外举办。主办单位伫美国时间8月24号下晡举行行程会议，包括营主任郑良光、总干事何信涵以外，也佫有前中华馆长周清玉等等的人。针对会议议程做最后确认，主办单位表示，这摆活动主要的目的，希望让台语文化的推广更加国际化。要甲台语国际化这个概念嘛，佮扣回来就对啊。头先第一步就是对加强台湾的人甲这对海外的人连接开始。咱这个顶边世界台语文化营，伫南加州举办的时阵，已经是伫1996年，迄阵也伫奥曼办吼，佮过来就是怎走去台湾，佮倒来夏威夷，剩的拢大部分是伫这个台湾办，这边伫越南办。阮想讲，既然是世界台语文化营，咱这边佫倒来到美国办一下。这摆会议要为美国时间8月25号到27号，为期3天隆重8场的研讨会，内容包括着台语文运动的回顾、台语文学的创作以及台语节目制作等等的各项议题。为着强调台语文化的世代传承，也特别邀请到袂少的少年朋友来加入。所以这届咱特别邀请一寡少年人来投入安尼，甚至连结拜时揭牌结拜时嘛专工安排一个囡仔甲周馆长做伙结拜，代表讲这个世代的传承，这嘛是这届营队的一个特色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摆营队活动，会使结合国内外所有对台湾文化有心的人，无论是伫台湾也是国外，大家做伙来拍拼。记者欧家明、高宗仁，美国报道。